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7月初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洪台丹那斯已经转做中度洪台，新北以南的18个县市发布陆上警报，暴风空啊上紧暗时会吸到西南部沿海。台南有一个富人人要趁洪台到位进前检查厝尾顶，结果煞无细粒下落来，加在厝边发现，才总算甲人救落来。有一个驾驶因为不满移交引导，就落车甲冤家，甚至是起卡动手，最后是互人移照妨害公务的罪嫌上班。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这洪台丹那斯扫来，这暴风雨啊是继续咧扩大。气象署表示，为今仔日到明仔载顶半晡是洪台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嘛已经开设一级应变机制。这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去了解地方政府的洪灾准备。去花莲七星潭是未少游客的观光胜地，也毋过受到洪台丹那斯瓦件影响，现场风景明显变大，游客只好提前取消行程回去。原本是要去台东看热气球，但是那边已经开始下大雨，所以我就决定往北道回去台中。有游客提前回去，也有游客同款的算。伫花莲在赏景船的所在，又往未少游客想要坐船上海岸，也毋过也有坐船的游客落船了，因为风景伤大，规身躯湿糊糊。看到你们全身都湿哒哒的，有下雨。没有，是回来的时候浪很大。镜头转去宜兰南澳学海产一条街，因为风台来袭，规条街真空，附近渔民赶紧顺时。去船港有白好势，宜兰外澳沙坡是有冲泳的人，不过划船人员抗离，共款冲泳，其他游客是配合离开。没关系，我们改变行程。因为小孩子也没看过海边那种台风来袭，那个浪啊涨上来。行政院长杜英泰初六出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呼吁各地方政府及时通报需求。应用丹那斯洪台，云林县宣布初六暗6点起停止上班上课。另外，初7敢是要放洪台假，加北北桃会伫初六暗8点宣布。台风丹纳斯的强度已经在刚刚早上11点的时候增强为中度台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也由原本的120公里扩大到150公里。而台风逐渐靠近，目前我们所发布的陆上警报区域增加了台北市以及基隆市。台风今天正在靠近，影响我们。今天到明天白天都将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交通部分高铁今仔日全线正常行运，代替是影响南回线雨势大，南回解油号598处甲599处停驶一日。公路局有警示封路，高雄桃园区第20林93便道顶4个路段。民航局表示，到初6早起10点，国内线取消258架次，延误2架次，国际加两环航线取消49架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高雄的风雨是一阵搁一阵，市府预估这暴风雨啊是会伫咧下晡4点去吸到高雄的陆地，到时这风雨就会变强。嘛，因为这丹那斯洪台的路线，甲旧年的三道离是真像，就惊这灾情是搁一届发生，所以民众即阵是赶紧先做好防护措施。有人伫2楼将装伫厝外的广告篷布摕落来，1楼的工人讲起来小好。加进前做有火警爱征收的分析店，也将风停风对网讲起来固定。因为即摆洪台路线甲旧年的相当的类似，民众烦恼旧年风比雨大，路树扛棒拢风吹落的状况搁发生。对啦。你叫你放了，我嘛袂烦恼。早起高雄风雨一阵出现，随风雨摇的扛棒，恐惊变做上人的利器。三明区这个扛棒这阵轻，也有部分变形挂伫顶面，民众不满已经通报1999，也是无人来处理。当然要不然有些都会感觉就快掉下来了，像那些吹一下就掉下来了吧。在山区的雨势会这个非常的大。今天的中午。针对土石流浅市区域包括六龟、桃园、那玛夏、茂林预防性撤离。市府有告，但那些暴风雨，初6下到4点挖进高雄陆地。有果山区3日累积雨量恐惊有600毫米的体力山区，1777位保全对象。去年7月，因为凯美洪台造成地下室3层楼积水的大楼，也早做好防水架门。拢会担心啦。去年洪台造成地下室积水，内底挖800台汽车浸水。今年大楼有先做好防护措施，希望唔通阁出现灾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即摆风雨是愈来愈强，垦丁早起有几条路都是已经出现积水，因为屏东的牡丹、西仔到满洲乡的累积雨量嘛，已经超过250毫米。其中，这牡丹乡甚至是突破300毫米，是全台上悬的。屏东县府嘛已经提早撤离满洲乡分水岭部落的106位居民，甲因安置伫咧恒春的饭店内底。大路拢是水，是丹那市丰泰瓦郡屏东垦丁早起风雨愈来愈大，福阳大饭店头前的尊鹏路敢若白花败水，规条路拢淹水。相关白花败水要南湾路店头门口也拢是脱水，游客赶紧来看卖。来到垦丁南湾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业者他们都已经把这些水上油气的设备呢，全部收到地势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来，就是怕呢涨潮的时候，这些东西如果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可能会被海浪冲走。海涌管有3笑，大涌因甲南湾沙坡起来，沙坡的路风所线救起来，禁止游客落去。受风台影响，屏东沿海海上真歹，后壁湖渔港渔船初5倒转来港内来避风雨。一日早起，渔民过来到渔港，甲渔船的锁啊绑好安。有当有出去，啊，当会倒，当啊就袂当出去，就拢绑好。雨大到路看袂清楚，毋但垦丁风雨愈来愈大，牡丹乡、西仔甲满洲乡初6透早开始，落雨量超过250毫米，牡丹乡已超过300毫米。今日大雨造成灾害，屏东县府初5下晡撤离满洲分水部落106人，其中103人安置伫恒春店内饭店。前后都那个山都在走啊，我们不可能一直那边等那个前夫塌下来以后我们才跑嘛。民众早起伫饭店咖啡厅拍牌做小犬，也有人随身带泡面、防灾食品。分水岭部落因为位伫土石流警戒区，被列做安全有问题的所在，拄着风台就必须撤离。工作人员讲，稍稍的看风雨的状况，才决定民众什么时阵会使转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年的第4号风台丹那市，伊目前是已经转做中度风台。除了发布海上警报，即马新北以南的18个县市嘛发布陆上警报。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甲澎湖、个红头树嘛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做伙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西北太平洋上第4号台风丹纳斯的中心强度又再为增强一些了。近中心的风速从每秒33公尺增强到每秒35公尺，但是目前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150公里，而它现在依旧直接要影响我们。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提醒大家，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尤其是今天一整天到明天上午，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而目前我们所发布的陆上警报区域。我们换个云图的颜色比较看得到，陆上警报区域就是台湾本岛地区以及澎湖，海上警报区依旧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北部海面、东沙岛海面，另外加了个东北部的海面。提醒大家，海面上的风力已经明显增大，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已经增到3到4米的浪高，尤其是在台风中心会经过的地方，会有7米以上的浪高。我们特别也要提醒大家，从现在到晚上这段时间，中南部的沿海和澎湖沿海会有6米以上的浪高出现，这部分提醒要多留意。今天晚上到明天，首先在花莲、宜兰的雨还是会持续下，宜兰的雨会增多，而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中南部的雨会越来越大。台风移动到台湾海峡以后，连苗栗以南的雨也会增大。明天白天以后，如果台风它移动到台湾海峡北部，甚至再往北部海面移动，它强度逐渐减弱的时候，可以看到花东的雨渐渐的减少，和中南部还是有雨，中南部的山区依旧注意会有明显的降雨。另外一个就是西北部的地区也会有明显的雨势。当然，这个雨要等到明天晚上以后，如果台风顺利的离开，甚至它是减弱，这个雨稍微会缓和下来。但是缓和下来，西半部地区依旧有比较明显的雨势。来关心在地消息，台南有一个负责人为着要趁风台进前，到位进前来检查厝尾顶的状况，结果伊煞无细力摔落去这3层楼悬的铁皮厝挂，身躯顶佫拄好无扎手机啊，所以无法度拖救兵。加在是厝边发现，才总算甲人救落来。警消人员赶紧甲悬腿拆起来，准备救人。因为安平即栋徛起的铁片厝顶，一个婚姻人徛伫顶面，无法度爬起去，也无法度落来。通报消防分队，合力以折叠梯将妇人安全救下，无人员受伤。
住伫个台南安平区这姓陈的婚姻人，找5台风台要来进前去巡厝顶，却是无细哩，搬上来到厝外的铁片厝顶，当时身躯也无手机啊，门阁锁起来，我都求助，家在隔壁11岁姓王的查某囡仔出来倒粪时发现，有时赶紧到3工卡110来救人。很感谢你们，就是还好那妹妹有听到啦。对，我一直叫她一直拍那个，她才看听到。哦，我那时候在电话上，然后就听到她在后面叫我。我问她在屋顶干什么，她说她被门反锁在外面。她说她想说礼拜日有台风，然后她先整理一下他们的阳台，就被锁在外面。随风台丹那市愈来愈近，台南地区也不时拢落雨。西湖有一台电动车，敢若因为落雨路较急，家己弄车来并车，加在一驾驶人赶紧走出来。然过车用的锂电池倒过歹拍熄，消防车出水一直转水3点钟，防止这电池爆炸。那4个人活动都自如了啊，意识都清楚。他们是预防他有什么暗伤之类的，我们就请救护车送他到医院。消防车就看到那个电动车在冒烟，然后我们就一直持续输水。风台预计7、6下半天开始对台南造成较大影响。台南市停班停课1天，市府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山区爱小心崩山甲落石，较低所在爱小心积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车较侪路口或者是时段，拢会当看到移交咧斗相共指挥交通。伫咧台北的市民大道，就有一个驾驶，伊因为不满移交的引导，结果就落车甲移交冤家，两个人甚至阁起骹动手，互相要提告伤害。也因为移交伫咧指挥交通的时阵，算是执行公务，所以最后一个驾驶是互人依照妨害公务的罪嫌上班。面前起什么冲突了？你们就不要讲话。警方看到大声喊，当咧相拍的2个人。这件冲突发生伫6月底的一个暗时，迄当时是下班的交通尖峰时段。新地2高伫市民大道甲建国南路指挥交通，只是姓朱的驾驶经过建国南路路口，拄着号志转弯变红灯。新地2高想要引导伊离路口前方，避免太车想要到双方交通出现问题，变作集体冲突。朱姓驾驶针对协助交通指挥、疏导与管制等任务的移交人员施以暴力行为，涉犯妨害公务罪嫌，全案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法界证书指出，移交伫法庭上有警察助理身份协助警方进行交通疏导，也是执行公务有公职公务员的身份。国家公权力机关呢，他找民间的人啊等等来帮助他执行一些行政事务。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移交他们也可以算是警察这种管理交通单位的行政助手。他们指挥的时候，如果有遭受这些暴力啊，可以请求我们去做，可以通报我们做支援等等。妨碍公务的部分的话，就依法来送办。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驶车也是行人伫道路上，除了爱遵守交通标志等，也爱服从执行交通勤务的警察，也是指挥交通的移交的指挥。警方强调，移交指挥交通是依法行为，驾驶人不负指挥，甚至驾驶伤人，拢爱负刑事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伫咧台中的雾峰是有发生一件车祸，毋过敢若弄到迄台车，毋若是继续报警察，甚至阁举刀仔来呛声，最后甚至是直接驶走。毋过这全程拢去互后壁迄台车的行车记录器翕落来，即马警方是要依照车牌号码去追查。箱仔车甲轿车发生车祸，也毋过箱仔车的司机无落车来处理，反倒当是即个坐司机边的人落车，甲互弄到轿车司机来冤家。咱出代志叫警察来就好啊啦，啊嘛是讲这个开轿车的人想要报警处理，也毋过对方一直大声讲话，而且行路也无驶，敢若有啉烧酒。因为这个开箱仔车的人自头至尾拢无落车，讲话也无清楚。开轿车的人看到对方逃走，有时暂停录影来搜证。你要闯啦！你开我的门要闯？我碰人哦。不过可能因此引起对方的不满，坐箱仔车这个人雄雄对车顶摕一支刀出来，轿车的司机赶紧报警察。不过箱仔车随驶离开现场，全部拢互轿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本分局将主动积极追查，针对亮刀男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无正当理由携带具有杀伤力之器械者，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
警方讲，这车祸发生伫初五暗头晚6点的时阵，两车拢伫雾峰区北环路上。轿车当时伫消防车后壁停在红灯，也毋过不明原因，消防车向北久，弄到轿车的车头。警方依照车牌号码追查2名涉案的人。记者综合报道。7月26日是罢免投票的日子。今日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国民党的立委王宏伟是做伙到滨江市场去拜票。呼吁民众就爱投无同意。因内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良君、甲立委林楚英，嘛甲罢免团体做伙到长春市场去，要催出罢免票。支持民众送往来，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行程圆满，结束访台行程，搁赶场回访本命区北市中山区滨江市场，合体国民党立委王宏伟扫街拜票，呼吁民众投无同意票。街头巷战，好，一步一脚印的来争取所有支持者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7月26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反对大罢免，中共前党处长刘小康早起夜陪南亚立委赖书宝扫街，对初五国民党北市东部举办的反恶霸透一流大造势活动，也毋过到场的人数不如预期。刘小康表示，天气暑热是一大主因，虽然风台赶近，但北市也是出现了好天气。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良君、立委林楚英初六也甲罢团3度厉害，去中春市场扫街要催罢免票。第一线以中山区为例的话，其实在市场大家的反应都相当的热情，就是说一定会出来投票，大家其实是有点蓄势待发，而且还说已经有拉了好几票了。林楚英也发声，除了爱做好访台准备，守护家园都是7月6爱出来投票，呼吁民众提出那访台也会当继续关注大罢免活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丰台丹那市挖近咧分林的农民是趁风雨还未变大时阵，赶紧设置防护网来保护菜色。因那沿海地区的蚵仔农嘛提早抢收蚵仔，就惊这风台若是扫来，心血会全部乌有去。透早趁风雨也细，分林菜市区农民无用整设防护网，因为这一区麦芽菜为6月中种，如果个8个月就会当收成，都惊风台一来造成损失。盖这个是主要是怕台风太大，吹到它会叶子会破损这样子。也有这一区地势较低，种旱季休的农地，只要一落雨就较会积水，农民也是透早赶紧抢收，收偌济算偌济。要是加紧收啊，不然雨下来就没了，全部也没了，都烂掉了。沿海口王乡大主港，蚵仔农赶紧将一人一人为近海抢收的蚵仔运进花，就是烦恼风台若造成风影收大，会将蚵仔拢冲掉，无法度收成。风台来无收，敢会影响着？敢烦恼风面啊！讲风台天啊，大家拢赶紧要收挂起来。我蚵仔倒起来啦，较无风台吹起来。风台来，互一寡靠近食饭的农渔民不得已赶紧抢收，做好防台措施。中华地区也有建筑工地人员，赶紧将应该篷布固定好势，防止强风造成损害。希望将风台影响降到上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除了这分林以外，家己的渔民嘛，趁风雨还未变大时阵，加强固定伫咧岸边的船，搁有牌仔。着蚵仔农表示，这风台是来了真紧，有一寡蚵仔拢袂赴通收，因烦恼损失会真大。风较大。用锁啊固定岸边的船只甲牌仔，当朝渔民透早趁风雨还未入来，赶紧来做加强的工作。市场的档啊嘛，只有昨收倒来的蚵仔，蚵农讲风台来的速度上紧，蚵仔拢袂赴通收。当收的。啊，惊风台入来？无人要互咱处理去。袂使处理。袂当处理。哦。啊，烦恼遐拍哟。啊，那惨了。除了当朝渔民加强防灾以外，布袋上港的工作人员嘛，替停伫岸边的船增加保护的措施。抽水站嘛进行预防性的排水，要增加地方体相关设施的空间。特别是我们沿海地区的刚刚提到的自容池，尽可能的把相关的前池、自容池，还有说相关的渠道降到最低的水位，就是说让这些自容池除了有最大的自流量之外，相关的一些渠道也可以创造一些最大的在潮式的一些自容空间。为了了解各单位防灾的准备，家己县政府早时啊嘛开设风台应变中心。县政府就表示，这个风台为台湾的西边过来，对沿海地区可能会产生影响，已经加强防灾的准备，希望减少风雨对沿海地区带来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风台要到这菜市价销嘛，对咧压悬。即马芥蓝啊、白菜甲硬菜等等价销是拢已经起超过1倍。农粮署强调，目前的产地是无传出灾情，库存嘛也阁有够。这价销的提升，主要是因为有其心理的关系，呼吁民众就毋通伤过烦恼。台北东湖市场的菜摊头前，拢是要来买菜人，计销队伍是排队排真长。风台即要来啊，不过风台还未顶着，民众有感觉菜价已经提前来起价了。比如说以前50块3把，现在可能30块1把，差一点啦，没有差很多。上个礼拜来看，丝瓜2条40，现在是1条35，已经慢慢有那个涨价的趋势了。农粮署讲，亲像芥蓝，还有糖虾菜，另外还有热天较有的硬菜、小白菜等等，均起货超过1倍。七楼台北市场交易量大约是1353吨，比前一天增加6.8%。在平均的交易价销方面，每公斤37块2，比前一天起13.8%。叶菜类都一斤涨10块而已，还好啦，应该是没有后面才会涨比较多，前面应该还好。种产地也无传出受损，也受任何灾情，加上仓储存量真有够，农粮署也呼吁民众安心，主要是有其性心理因素，价小价起价。因为台北市场明天休市哈，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是台风前夕的一个预期性的影响，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备货需求比较强，所以导致那个量增价涨的一个情况。农粮署伫5月时已经请产地农民团体都被冷冻的青菜，亲像高丽菜，也有广心白、红菜头、马铃薯、葱头这根茎类的青菜，总共超过6180吨，并且配合全台大卖场。风台过了后，产地青菜若有受损，会经由通路业者放出库存来加强供应。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形园仔，今仔日是满12岁了。园方用竹啊、菜丝、有果子等等的食材来准备伊的鸡卵糕。现场嘛有真侪民众拢专工来甲庆祝，想要甲伊做伙翕相。真侪民众伫鸟形馆开馆了后，走真紧冲入去展场内底，希望抢到好位，亲自看到园仔食鸡卵糕。这日是园仔12岁生日，保育人员先甲特别制作的鸡卵糕甲伊卷出来，尾啊园仔就出现，这摆无甲鸡卵糕摔倒。对鸡卵糕顶面2支甘蔗是真爱，也来今日来替园仔庆祝生日的民众，拢得到小礼物。很可爱。他几岁了？12。那你是不是比他小？应该。就是固定来看他过得好不好这样。不一定，就是有空就会来看看。有些我有加入他们的那个社团啊，然后粉丝团。不少民众是大鸟形的民众，登记关心动态，为着让园仔维持健康，12岁鸡卵糕顶边有葡萄、有高头果，就是无这个10娘尖形的版图，为着不要伊食真侪粉浆米粉，确保胃肠的健康。肠胃道比较敏感的时候，或者是会发酵比较快，他肚子会比较不舒服。像这个阶段，我们就会减少像是淀粉、糖类的一些提供。全动物园内底有3只大鸟形拢是母的，园仔甲伊宝拢伫个可生育状态。深受探死的计划，动物园方面讲，会伫今年的鸟形相关的年会来提出。有开就是猫熊的年会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参与，然后会跟他们提出我们这边的一些需求，比方说元仔跟元宝的一个配对方式。动物园讲，对鸟形国际族群管理的角度来看，伫增加族群数量，也是确保基因的多样性。希望引进港的鸟形，是不是考虑对对话提精子来进行人工的探生，均也无答案。不过这也是一个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27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外岛地区27度到34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